資深投資者持貸大王陳炳志近年疑陷入財困，旗下物業淪為銀主盤。他自住多年的薄扶林域多利道188號獨立屋，上月遭銀主接管，早前交吉放售，市值4.3億元，尺價約70,689元。陳炳志在2021年曾向富邦銀行進行借貸，並以上址豪宅作抵押。據彭博最新亦引述陳炳志電話訪問，他透露拖欠富邦銀行一筆約3.5億元貸款，終在上個月遭接管人接收他和家人自1980年代以來一直居住的上址豪宅，單位終淪為銀主盤收場。陳炳志又於訪問中表示，自2023年底一直委託放售，唯未能為自住獨立屋成功找到買家。是次涉及的物業為薄扶林域多利道188號屋地，佔地約15,240平方尺，屬一床4層獨立大宅加地庫，實用面積約6,083平方尺，連約1.8萬平方尺私家花園，現以現狀交吉形式放售，市場估計價值4.3億元，折合尺價約70,689元。資料顯示，物業由資深投資者陳炳志所持有，其早於1988年以2,350萬元購入單位，並一直自住至今。近年陳炳志疑似陷入財困，物業已經歷多次抵押貸款，又曾以約3.5億元叫價放售物業，為無人問津，終淪為銀主盤收場。物業最新市值較當年買入價高出逾4億元，37年間大幅升值約17倍。陳炳志近年來頻頻沽貨，售出物業金額已達數十億元，當中包括以公司轉讓形式沽出中環中心67樓全層，建築面積26,967平方尺，當中有6,300平方尺屬交吉，其餘20,006平方尺均年租約，成交價為7.5億元，尺價約27,812元，以成交尺價計，較當年買入價低約15.7%。另外，於2023年8月沽出中環中心35個車位，成交價介乎438萬至550萬元，部分車位成交價低於買入價，個別更需賬蝕約15%。